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布袋戏，无论是各派、世界派，还是欧洲派，人讲这真正台湾文化一项重要的代表。啊，国情啊，要来甲所有咱遮的观众朋友，咱来开讲一下。咱咧看布袋戏，真要紧，就是这些翁仔请出来，伊会先念4念8，就是4句联，有的5字，有的7字，干那4念8见面。你就知影讲，这个是君还是神？啊，当然4念8有真济吼，是处过去古早人的诗词。你像讲孔明出场，无论倒一团布袋戏团啦，定定拢会念迄首讲：大梦随仙阁，平生我自知。草动春水竹，窗外日迟迟。啊，毋过嘛有真济，是真正遮的布袋戏，遮的艺术家，遮的主演讲口碑，遮的仙呢，因家己编出来。啊，有当中吼编了好吼。这团原来会扣迄团，迄团原来佫教别团呢。古前来讲2首啊4念8，咱来想讲，到底这是倒一款的角色，倒一款的翁仔要摇出来。头一首咱来讲，一条天子一条神，万里江山万里民，文官一笔安天下，武将提刀建太平。这首4句联，布袋戏的4念8，我还记讲细汉的时阵，阮老爸就捌教我念。对啦，你敢若听这个4句联内容，相信讲所有观众朋友，你一定会到讲，啊，这百面皇帝哩，有影啦，一条天子一条神，啊，正手边文官一笔安天下，倒手边讲武将提刀建太平，啊，有当中宰相嘛，挺好念这首呢。当然有君自然就有神，啊，有迄个小生，嘛有迄个天仔叫，一出戏毋才会闹热。过来，国情要阁讲一条，这就是正。天仔叫的4念8，见面头一句讲：内山出好茶，东海出灵溪，盈盈无事使，掠杀头顶白。吼吼，你敢若听这，嘛感觉讲，迄是国情啊较含慢念，来用迄个较技巧、较刻骨的腔口，较刻骨迄种讲法，袂输敢若猪哥烂咧闹，安尼讲出来就佫无相共啊。毋则原来有的主演吼，伊后壁2句无接讲盈盈无事使。掠杀头顶白呢？伊讲内山出好茶，东海出灵溪。啊，若拄着水查某囡仔，完全拢我的。嘛有人安尼讲啦。啊，过来来讲第3首。相信讲你听完，你嘛一定要会着讲，到底倒一种角色出场会有这首4念8。心罗万枪犹明界，牛头马面两边排。善恶到头将有报，祸福分判转轮台。正讲的。这正就是阎罗王，阎罗天子所念的4念8。啊，你注意哦，布袋4念8吼，有当中啊无咧读文呢，中间嘛掺2句啊白话，无一定拢接文言音，无一定拢照读册音落去读哦。这是正布袋戏见面分君臣的4念8，一个翁仔请出来，你就知影讲到底这是倒一仙的角色。